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到早。真欢喜，伫礼拜日拢看到大家吼，咱同心伫遮，大家要来敬拜上帝吼。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所以咱小等会点2支的蜡烛。今仔日大降节主日是叫做信心，对，信心，嘿。信心甲准备啦吼，就是讲咱要用信心来准备咱的主耶稣要来降生的日子，所以咱伫即几礼拜一直到圣诞节吼，咱拢会点蜡烛吼。希望咱嘛会用即个准备的心吼，要来迎接咱的主，为着咱来降生。所以咱即摆要做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今仔是你定定的日子。阮大家受到主你的呼召，甲你的拣选，阮会当来到你的内面，阮要同心伫遮来敬拜主你。阮12月是阮欢喜的日子，因为阮要迎接主，你为着阮的罪来降生。阮伫即个的活动，拢是要来庆祝主你为着阮来钉伫十字架顶，为着阮的罪来死。阮才有即个福分伫主你内面，有会当享受主你极大的恩典。你过去安怎来引带阮？相信阮将来主你也要来引带阮。愿阮伫世间的日子，阮拢会当按照主你的旨意，阮会当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即个款式。祝阮今仔日同心伫遮要来敬拜主你，愿阮所有的服侍，拢恭恭敬敬来献伫主你的面头前，来会当互你欢喜。阮伫你的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主日透早咱歌堂做伙来敬拜上帝。礼拜进前咱做伙来练今仔日的圣诗。第一首是25首，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高美丽。这首圣诗提到真侪上帝的属性吼，逐项的角色词甲曲真好的配合吼。咱做伙先来读歌词，有一个较特别的发音吼，伫第3节的上尾一句吼，复圣吼，伊是复圣上帝。咱做伙为第1节读到第6节。奇妙圣名，至善高美丽，对譬如甲故事话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向主上帝。阿罗何山那，奇妙圣名，亲像老母入面做无停，计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显出极大智慧，万物得平衡。阿罗何山那，母性上帝。亲像老爸温柔抱细囝，担当人类所有拖磨担当，咱得关怀社会，到各好三听。阿罗何山那，复圣上帝，亲像老人操烦头毛白，看透世上一切邪恶虚假。以爱神奇世界，无绝望也世。阿罗何山那，年老上帝，亲像少年，热情向前行，掩护一切虚假，向恶不义，将你所有献出，为公理打拼。阿罗何山那，少年上帝。永活上帝，伟大而上上，
心灵奥妙，超越人所理解，做咱亲密同伴，咱心灵家乡，俄罗和善那，永我上帝。咱先做伙来唱第一节甲第二节吼。啊，这首歌较紧一点嘛吼，无6节咱会唱伤久。好。奇妙生命，至善高美丽，对譬如甲故事话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咱主上帝。作词的是 Brian Rain， 是一个英国教会的牧师、神学家，嘛是教育家，是真有才华、才捌的诗人吼。伊嘛是1960年英国圣诗创作真济的代表人物之一吼。这首圣诗，伊将上帝真济的属性，伊的荣耀、圣洁、慈爱。对故事，比如人生，来，互咱做伙来认捌上帝的奥妙。上帝就亲像一位无用阁真有智慧的母亲，处理宇宙万物，亲像灵敏阁陪淡淡的老爸关怀下面儿女，嘛亲像满头白头毛看透邪恶虚假。却以爱神奇世界的长辈，嘛亲像为公义努力的少年人。这位永远总是关心世间事的上帝，超越咱人所想象一切，嘛亲像咱亲密的同伴，互咱通称颂这位拯救咱的上帝。伊的这个角色属性，通做咱上好的模范。咱搁做伙来唱第5节甲第6节。亲像少年，热情勇前行。一切有价良福不义，将伊所有献出，为公义打拼。我老三老少年兄弟，永我兄弟。伟大而雄雄，亲近而渺小，万人所理解，最爱亲密同伴，咱心灵家乡。老山啊，因
首来看圣诗45首，乐大笔的雨下。这首圣诗是宣告甲5万信息的圣诗吼，是英国的诗人 James 伫1821年根据诗篇72篇所写。伊的内容强调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宣告主耶稣带来公义、平安甲救赎，互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互万国万民因为伊得到福气。咱做伙来念第1节甲第2节。到这，咱做伙准备心进入礼拜。今日是大港节的第2主日，咱所要点的蜡烛是第2支紫色的蜡烛，伊的象征是陪伴甲信心，着陪伴主的路，用咱家己的好行达来做榜样，互无信的人会因为咱的好行达来刻慕耶稣。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
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老耶和华，请咱三个吟诗来学老上帝。圣诗第25首，圣诗第25首，奇妙圣名，至圣阁美丽。奇妙圣名，至圣阁美丽。对譬如甲故事会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通主上帝。学老和散那，奇妙圣名，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生命，至圣阁美丽，对譬如甲故事会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通主上帝。是咱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
阮的日式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就是咱来教导启文，启文第35篇，启文第35篇，也就是箴言第4章，请咱三甲来启用。我的囝儿就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毋通袂记哩，毋通气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以上，这是咱三甲压头来祈祷。永光的主，阮永远的爸上帝，伫清早时，阮来进入你的殿，来见你的面，一只甲佮你做伙去做祭坛，来敬拜你。永远上帝，你是天地主宰，万项好事好命的源头。我要为着你所赏赐阮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我要为着你，互阮日日的恩赐，来感谢你。我要为着阮出阮入，你日日的固守，来感谢你。伫这个大降节主日的时，我要搁一解，来想念着你赐下你的独生囝。为着清洗阮的罪，倒成肉身，降生伫地面上来赎回阮。主，你知阮的软弱，你也知阮的本性充满罪恶，常常偏离正路，得罪了你。我们搁一届求主你的怜悯到伫阮的心上，擦消阮的过犯。互阮伫这个年要结束的时，通过一届来思考阮过去一年甲你的结连。就伫这个年终的时，阮也要特别将阮的教会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用丰丰富富属灵的恩赐来带领阮。就亲像130几年前，你有呼召阮目沙地区的信仰前辈一样，伫遮设立教会。主，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对你来的教示，互阮无论伫教会的治理、福音的传播，拢通下伫你的旨意。今日阮伫遮组织，要做伙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祝福临到阮，
开阮的耳孔，安静阮的心灵，伫遮互阮甲你相拄。即时，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第1节，万军的耶和华讲：看，我找我的使者，我要伫我的头前备办路。恁所找的主，要忽然到伊的殿。蒙约的使者，就是恁所羡慕的，看，伊来啦！独独伊来的日，治水断会起；伊显现的时，治水徛会牢。因为伊亲像团燃的火，佮亲像漂泊的坚。伊要坐地，亲像团燃云，互伊清气的，来清起利味的子孙。团燃因亲像金云，因就要变公义。献礼物互耶和华。迄时，犹大甲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要得到耶和华欢喜，亲像旧时的日、古早的年以上。献诗，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打着拍开美丽的城门，打着拍开美丽的城门。
讲道请本堂科牧师题目是“治水长会起，治水长会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主日，主题是信心。这个信心是要提醒咱爱用信心来做一个警醒。这个意思就是讲，咱爱听候主耶稣搁要来的这个时刻，咱嘛爱甲一个悔改来做一个结论。因为惊洗礼约翰，伊喊话人爱来接受洗礼，这是要避办主搁要来的一个道路。所以大降节是要避办迎接主耶稣降生的节期，也就是讲，咱咧等待迄个圣诞节的来到。更较重要的是，咱爱避办咱家己的心，互咱来迎接即个象征上帝的疼的即个节期。嘛，互咱伫即个时刻，咱搁一摆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为疼咱世间人降临即个世界，伫即段日子，互咱搁去思考是，救主耶稣是咧表明伊的降生是上帝拯救的福音，是为着咱世间所有人所备办的。所以大降节第2主日，互咱来备办即个是咧备办咱的信心，因为伫即个世间有最的代志，影响着咱无法度注目伫上帝的身躯顶。愿咱伫大降节即个节期中间，咱都会当备办家己，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伫大降节第2主日，我毋若是用信心来过日子，相时我嘛备办家己，来等待主耶稣救赎的福音，互即个福音成做阮生命真重要、真精神，要来回应上帝的行动。恳求上帝你的话帮助阮，互阮来明白你的心意，互阮会当行出你的心意。阮将以下时间恳求圣神来引带，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毋知大家敢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伫咱基督教的节期的中间，其实真多哦，有大降节，有圣诞节，有主很明的即个节期，有大灾节期，有受难周、过活节、圣神降临节等等这一切。当咱一年有遮尔多节期的时阵，咱敢捌想过讲，这节期对咱有甚物款的意义也无？那呢，伫遮所有节期中间，你认为倒一个节期是上重要的？除了教会节期以外，伫咱日常的生活中，咱有旧历的过年，咱有春节，咱有一个和平纪念日，咱有五日节，咱有中秋节，也是咱有各行各业，因拢有定一个节期，比如讲教师因的节期、劳动节、社工、儿童节、父亲节、母亲节、军人节等等这。而且所有节期中间，拢会当有会当放假。你是上期待倒一个节日的？也就是讲，无论是伫教会基督教的节期，也是伫咱日常生活中政府所定落这个节日，咱敢真正知影这节日节期的真正意义吗？今仔日咱的经文是照着经课字来进度，对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是要互咱搁一摆看到伫先知马拉基伊这本册内面，要安怎回应伫上帝即个大降节第2主日的时阵，咱要用信心来做一个行动。马拉基即个先知。伊伫即本册中间提到上帝的审判，即个审判是要来提醒以色列百姓，毋通袂记得上帝的应允，
以及上帝甲人所立的约。所以伫今仔经文中间，有一部分要提醒咱爱有信心的听候，就是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境下面，咱犹原爱坚守着对上帝的信心。马拉基书是旧约中间上尾的一卷册，伊写出来这个时间大约伫主前5世纪，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了后。所以马拉基书有一个真甲其他的先知书无共款的事，这个作者伊真介意用这个一问一个回答的方式来说明伊的观点。咱若看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生活是真败坏，因忽略了对上帝敬拜这件代志。毋那是忽略尔，连祭司、连百姓，因做伙咧欺骗上帝。所以伫马拉基书，咱若伫第3章的后半段，咱会读到讲，因将应该奉献予上帝礼物拢无献，嘛无照上帝教导来生活。所以伫当时敬拜甲奉献，正做一个形式尔，正做一个表面的行为尔，是无出对内心真实的敬拜。所以伫马拉基书中间，伊写明讲，上帝要来审判以及清洗以色列百姓，而且佫要找使者来开路，要来宣布伊甲以色列人的约。那安尼来看，马拉基书嘛会当讲是咧大声表明上帝恩典的同在，嘛是咧宣告上帝审判甲救赎伊要临到。伫当时的环境中间，以色列百姓对上帝无忠诚，因看轻上帝甲以色列因的祖先所立的约，以及因将圣殿拍烂散去，因带敬拜偶像外邦或者神明的女子。虽然咱看到伫迄个时代，抑佫有咧记载讲，因犹原会献祭，因犹原拄着艰苦的事，因会流目屎。但是上帝无要接纳因所献的祭物，因为因所讲的、因所行的，互上帝感觉真野善。所以，咱了读的经文的中间，伫第3章内面，即阵以色列百姓，因抑佫毋知影是甚物原因，因佫家己咧讲，阮是怎样互上帝感觉野善的？也是因会讲，上帝欢喜遐做歹代志的人，可能伫因的眼中这是好的代志。因将遐做歹的人看作是善良的，甚至因佫指责上帝讲，公平的上帝伫叨落啊！我想，当以色列百姓安尼咧问、安尼咧讲的时阵，咱想想上帝心情是怎样？即阵，互上帝亲身所竞选的以色列人，对创世纪到先知即个时代，是即个真久长的时间，以及真侪世代的交替中间，咱用上帝心来看时阵，上帝一直拢坚定甲伊的百姓所立的即个约的内面。颁布10条诫、律例、命令、规则，看起来敢若是要互以色列人真侪限制，但是用上帝角度、上帝眼光来看时阵，这一切拢是要引带以色列百姓行到上帝面前。所以，当因咧问讲公平的上帝伫叨落的时阵，上帝伫即个时刻，伊决定要改变方式，因为伫早前兴起士师、高立君王、呼召先知，拢无法度互以色列人真正的觉醒。所以伫即个时刻，上帝回答以色列百姓讲：我要派一个使者，伫恁中间
为我备办要行的道路。然后恁所超出的主会突然间来到圣殿，恁所渴望要见到的使者，伊要来宣告我的约。各位兄弟姊妹，咱想象一下，伫咱生活中，也是伫你过去咧工作职场的顶面，那忽然间公司讲，我派一个新的主管来到你的中间，而且这个主管佫带一个有使命，一来来对组织做一个调整，也是有一个新的做法。你伫这个时刻，你的感觉是怎样呢？你会安怎去想呢？可能咱会安尼想，但系煞接落来日子真歹过啊！也是讲真好，会当脱离即种现状，有一个新的改变。期待以来，会当做一个新的气象的出现。无论安怎，当上帝所派使者来到咱的中间，咱想象一下，这个时刻，若上帝派一个伊的使者来到咱中间的时阵，你会用什么款的心态，也是讲你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对待这位上帝的使者呢？我想大家心中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爱怎样才会知影伊是上帝的使者？伫旧约的时代，耶和华常常通过伊所敬调的人来传达上帝的话，传达上帝的旨意。伫新约的时代，上帝照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显明伊的心意，牺牲伊的性命，钉伫十字架，救赎所有信伊的人。毋是安尼，伊阁通过保罗的见证，传达福音的信息，以及历代的信徒因的性命，来彰显上帝慈爱甲恩典。那你来看，啥人才是上帝的使者呢？来，邀请你看你隔壁，正边看者，倒边看者，阁想你家己一下。拄则所问的这个问题，答案敢有出现啊？上帝的使者就是咱每一位。既然相信上帝信任主耶稣是救赎主的，而且愿意有行动，将福音的信息传达给别人的信徒，我想这应该就是上帝的使者吧。好，所以甲隔壁来讲，两边拢来讲，你是上帝的使者。虽然伫这个时刻，以色列人已经归回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因的生活真无容易，因为面对互人压迫，因所种造的会欠收，一切拢敢若真无气力，敢若死沉沉共款。因转去到耶路撒冷是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却无法度会当恢复到过去遐尼强。也是过一个好日子，所以即使伫即个时刻，圣殿已经重建，但是因犹原伫艰苦的中间，因看袂到上帝荣耀伫即个内面。当人咧艰苦的时阵，就会开始怀疑上帝的听，上帝荣耀伫倒落咧。因为感觉上帝为什么佫带我转来到即个所在？陷落伫一个败坏、受咒诅的这情景内面，上帝知影这以色列人因的想法，所以上帝回应因，清楚甲因讲：虽然这个时刻恁看无头前的道路，但是上帝真清楚要差遣两位使者来到因中间，一位是为着上帝备办道路的行色列约翰。这位是立约的使者，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要让以色列百姓知影，
你虽然伫即个困苦忧愁的中间，伫即个艰难的环境内面，你敢若看袂到上帝，但是上帝讲主要过来。即个应允代表了上帝无放袂记，也是放弃遮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上帝应允一定会来。上帝要用疼将即阵离开伊的以色列百姓挽回，要互因无搁陷到伫绝望、家己可怜的即个情景的内面。上帝真重要是爱因的眼光转往伊的身躯顶，要互以色列百姓看到上帝要临到的时，毋那是进入到外在看会到即个圣殿，要真正要进入的是每一位人心中的即个灵的内面，要互因生命成做上帝的殿。所以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20讲，伊要来的时阵，谁人会看到？伊出现的时阵，谁人徛会牢？因为伊亲像即个杀文真强的即个除晓的即个杀文共款，亲像咧炼即个金银的火共款。这段比喻就是咧说明，以色列百姓看见弥赛亚的来临的时阵，试炼幽怨的临到，那亲像咧锻炼金银的即个火，互人的心受到即款的锻炼。这真无简单，总是人敢若会当经过即种的方式，将生命中遮的杂质甲除去，才有法度显明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毋是要彰显伊的荣耀伫圣殿尔，上帝更加渴望伊的荣耀是伫每一位人的生命的内面。所以上帝临到嘛，要审判一切邪术、行奸淫的、做假见证的、亏欠工人的工钱的、欺负寡妇孤兒的、欺负假卡的人，以及上重要的是无敬畏伊的人。这是上帝要将咱生命中遐无好的，拢要甲除去，互咱人才有法度用公义的祭献予伊。所以上帝爱的祭，毋是外口遮的祭面，上帝爱是咱清气的心，这才是互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上帝咧提醒以色列百姓，毋通搁去注意迄个外在圣殿砖塔迄个荣耀。上帝爱咱人的生命是爱来备办好势，听候伊过来。所以当上帝应允讲伊要过来的时阵，上帝应允咱的复兴甲新的殿要来的时阵，迄个真重要的问题是，咱有备办好家己无？咱的生命敢有准备好啊未？以色列人受掠归回，这个环境看起来真歹，这个环境看起来敢若无啥物改变。但是上帝互因要看见的是，伊的慈爱一直拢伫的。伊会当归回伫耶路撒冷，毋是因为因会当做啥物，也是因的能力是怎样，是因为上帝一直咧引带伊。所以上帝渴望人会当回应伊，上帝渴望人的心搁一摆转往伊。所以我咧想，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处伫即种罪恶的环境的中间，活伫上帝所无欢喜的内面，行出来是上帝所厌恶的行为。所以伫迄个时刻，上帝通过先知马拉基，伊要甲以色列百姓讲，咧宣告上帝约的使者来到的时阵，就是要用撒文。迄个真强的撒文，将人身躯顶遮的污秽洗清，互因清气，亲像咧锻炼金啊、银啊，迄个真温度真悬，要将遐无好的拢总烧掉，就是要互人无阁有罪恶，
邪恶的性命，真做尊敬、圣洁，甲合上帝心意新创造的人。伫当时的人，因要献祭，拢爱透过祭司，所以先知马拉基特别提到，祭司嘛需要互人洁净，因为因是上帝所使用的工人器皿。祭司爱知影，要献予上帝的祭物爱合宜，这个合宜就是合上帝所颁布这个献祭条例。这个祭物不是偷摕来，不是摆开，不是有欠缺。献祭祭物通过祭司的检查，互伫犹太甲以色列百姓因所献的祭物，再互上帝所接纳。所以经文讲，这种的情景，哪亲像早前因信靠上帝、遵守上帝的条例，是对内心真实敬畏上帝迄段日子。讲到过去的这段日子，也就是因的祖先因愿意全心全意来跟对上帝的迄个时刻。但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会当转去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圣殿，恢复献祭祈祷，因可能感觉安尼就有够啊。因感觉已经来到圣殿，敢若是转向上帝，但是因无明白，嘛看袂到，因的心却是离上帝远远。因甲上帝关系是有一段真大的距离的存在。所以当上帝指出因的问题，讲万军的耶和华，伊讲对恁的列祖的日子以来，恁常常偏离我的典章，无要遵守。现在恁来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恁却讲，我要安怎做才是转向你呢？百姓因感觉讲，我这个时阵我来敬拜啊，我来献祭啊，我来祈祷啊，这拢是我转向上帝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因无明白，上帝为什么感觉因抑阁无够？是因为因看袂到家己已经偏离啊，因心中无甲上帝有结连啊。至到因甲上帝关系是有一个隔离，这个隔离就是真侪咒诅甲白贼话伫这中间。所以上帝伫听的内面提醒因爱来转向伊，毋那是外在行为爱来转向伊，是心爱来转向伊，受伊的诫命甲吩咐。所以伫第3章的后半段，有讲到人敢会当去强摕上帝的物，恁强摕上帝的物，因以色列百姓讲。阮伫什么代志顶面强摕上帝你的物呢？这个强摕的意思是，明明爱归乎上帝，无论是11，还是应该献的祭物，因无归乎上帝。伫当时，咱想象一个环境真歹，有可能是因的尽责欠收，嘛有可能是因感觉讲，我若照着这款的上帝所规定的来奉献。献予上帝，那呢，阮就惊家己无够。各位兄弟姊妹，因感觉敬者祈祷就有会使啊。世主因敢若献迄一点仔予上帝，伊嘛感觉讲安尼有够呀。其实因无看到的是，对献祭甲遵守上帝话的吩咐顶面，因拢已经偏离啊。咱敢会讲即个大环境经济歹，也是感觉讲家己无够呀，咱就减少奉献予上帝啊吗？其实咱要调整一个心态，咱所有的一切10%拢是上帝予咱的。上帝敢若爱咱将1/10献就伫伊的面前，是要予咱看见咱所有的拢是对上帝来。毋是靠家己努力去争取来，上帝渴望透过11的奉献，
互咱的心转向伊，因为是上帝供应甲看顾，互咱来信靠伊。所以，咱若倚靠金钱物质的时阵，那呢，咱会当讲，咱可能就离上帝远远啊，咱无法度甲伊有一个结连。所以，上帝伫这个所在讲，以色列百姓爱回转来信靠伊，来遵行伊的命令、伊的话，正做一个开始，正做甲伊的结连。所以，当因愿意的时阵，这个是一个真祝福的话。就是恁将应该互上帝1/10全然送入去上帝库的时阵，互我的厝有粮，你用安尼来试看觅，我会为恁开即个天顶的窗仔，将满满的恩典祝福倒互恁。上帝应允，当以色列百姓愿意遵守伊的吩咐的时阵，伊会将迄个天顶的窗仔拍开，将迄个天顶所有的祝福互因，互因袂因为因的尽做欠收，因伫丧香咒诅的内面。所以，当咱人愿意遵守1/10的吩咐的时阵，咱人愿意遵守上帝诫命甲典章的时阵，上帝会回应。互人重新进入到迄个祝福的中间，11的奉献，毋是甲上帝做一个交换，毋是11的奉献，嘛毋是讲要换上帝祝福的条件。11的奉献是咧表明咱愿意遵守上帝吩咐甲教导，安尼互咱真自然进入到上帝保护的内面。这是上帝应允。毋那是安尼，有时咱感觉，咱伫教会的侍奉来也好，伫教会的组织的来也好，有时感觉会感觉真空虚，敢若无一寡效果，无价值。伊可能咱有一寡骄傲伫咱的中间。有时咱看即个世界，咱看到遐无认捌上帝的人，伊敢若真有福气吼，财产真多。要爱啥有啥。咱侍奉上帝的人，咱遵守上帝的话，敢若无亲像伊遐好遐呢。但是遐无遵守上帝的人，因毋那是无遵守，因会怀疑。一定敬畏上帝的人，因会讲的是，所讲的话是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会去算效上帝的慈爱、上帝奇妙的作为，所讲的一切，拢是敬畏上帝的代志。所以，伫这个世间，咱看到人有无共款的选择，有人会选择你埋怨上帝、怀疑上帝；有人会选择我来敬畏上帝。当咱人选择敬畏上帝、信任上帝的时阵，咱想象上帝。敢若将伊会来到你的面前，甲你坐做伙，伫你的边仔听你所讲的每一句，咧讲甲伊的关系，甲伊的即个亲密的即个过程，所讲的每一句话，拢会记载伫上帝的手中。所讲的，上帝拢会纪念。所以，当咱今仔读的经文，上尾讲到。伫第3章内面讲到万军的耶和华讲，伫我所定着的日，因要归属我，特别要归我，我要怜悯伊服侍家己的囝儿。上帝讲，即阵人毋那是受到上帝纪念，佮特别要归服上帝，也就是做上帝宝贵的产业。上帝宝贵因，看因亲像家己的囝儿，得到上帝的怜悯。疼痛，上帝亲身将咱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上帝无互咱甲上帝有一个543，甲上帝在吵讲，我要做这，我要做迄，我无爱做这，我无爱做迄。
上帝伫这个所在真清楚咧宣告，伊对侍奉的标准，就是咱每一个人爱来回应上帝，那亲像囝因为爱来服侍老爸，上帝怜悯伊，那亲像人怜悯伊的老爸，服侍家己的老爸。但是上帝审判永远会到，将好人、歹人、侍奉上帝甲无侍奉上帝的人分别出来。当咱互上帝做这个分别的时阵，你敢受会起呢？你敢扛会掉这个事情呢？互咱用信心甲陪伴家己，来听候主耶稣的降生。嘛，听候上帝恩典伫咱的身躯顶，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我感谢你。伫大港节期的这个时刻，我需要上帝你的信心来伫阮的中间。我在受到这个世界最的挑战，抵到阮无法度真正来回应你对阮的疼。所以，阮恳求上帝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牵条着你的应允，继续跑走伫你的路顶。当阮受审判的迄个时刻，阮毋是互上帝你分对迄个无好的，阮是来到主的面，你的面前讲，阮愿意，阮顺服，互上帝你对阮讲，阮是你所动用的。愿主你亲身赐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守圣餐。咱来唱圣诗第365首，耶稣身躯替咱钉死，咱唱全首。咱请长老来陪伴。各位兄弟姊妹，这时咱要来守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内面，既然是每一位属伫教会陪餐者，咱三角来守圣餐。咱来听主耶稣对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
就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阮我的人，我决断无弃绝伊。枵喙焦心无伊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咱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时所讲的话，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予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又摕饼祝谢，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每一摆食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食了后，佫旁杯讲：即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每一摆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咱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找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来到即个世间，互阮会当甲伊同坐倒。伫即个宴席内面，要纪念主耶稣伊即个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上帝，你差派信心来圣别阮，嘛圣别摆咧伫你面前遮的饼甲杯。当阮接受饼甲杯的时，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的恩典中间得到帮助。饼甲杯要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的内面，互阮会当荣耀你的圣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当主耶稣互人每一面。伊设立圣餐，摕起饼讲：即个饼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你每一摆食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
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每一届食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佮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请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
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即是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将这属天的礼物赏赐互阮。通过饼甲杯，互阮明白，阮每一个人是你所疼的奇妙的圣境的肢体之一。互阮领受对你的恩典，赦免阮过去一切罪过。通过饼甲杯，互阮有份伫你的恩典的内面。愿主你看顾保守阮，互阮伫圣洁的交通内面，每一天会当荣耀你的名。我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念圣诗，圣诗第365首，圣诗第45首，何老大笔的号的。何老大笔的号的，受抹油主基督。照杯所定来降世，掌管天的万国。以来要解除压制，受犯得到头棒，甲人下罪归天父，公平治理万邦。请咱起立来吟全首。Amen.
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当咱来到上帝面前，谦卑领受上帝恩典，咱就顺效上帝所赏赐的一切。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恩典，对内心准备奉献，求上帝欢喜咱所献的，无论时间、金钱、心智。咱这段是为着圣餐的奉献，是为着台东基督教病院的奉献。这是主日的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是我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请来念今日的金句2遍。伫咱天书单的第2页，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强强保养伊的手所做的。诗篇19篇第1节各一遍。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
共创保养伊的手所做。诗篇19篇第30。后礼拜圣工分担领唱赵一乐长老、苏礼、歌乐家执事、苏琴、张丁贤、献诗主持人苏宪、李二伯甲谢义宏执事、交代李二伯、许朝佳音控周洪邦弟兄、陈佑正弟兄。讲稿是李浩团队。过来拜三的查经祈祷会，司会是张义成长老，主理是李浩团队。后礼拜日的主理是李浩团队。圣经甲题目，请大家来指。咱过来看到第6页。第6页有关消息报告的部分，大港节第2主日，所以咱今日大港节第2主日已经点到2支的蜡烛，切个意义，请咱大家来看。咱点蜡烛，第2礼拜是妇女团结来负责，陈美凤甲陈素娥姊妹，那华语礼拜是玛纳团结要来负责。第2圣礼典，本日是圣礼典，咱今日圣餐的奉献是特别为着大东基督教病院来奉献。请兄弟嘛为着这来关心代祷。第3，圣诞节的活动2025年圣诞节活动，咱圣诞节的邀请卡甲报佳音的邀请卡已经放伫这个楼骹1楼的柜台，请兄弟邀请朋友来参加。咱圣诞节活动是安尼，12月20拜六下晡2点有圣诞节的庆祝会，20。拜六下晡2点，圣诞节的庆祝会。21是礼拜日，是咱圣诞的赞美礼拜。12月24是拜三暗有报佳音。咱今年报佳音是要行万芳的这条线。报佳音的部分，咱请团队来给咱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来平安，真欢喜个来到这个真充满稳定甲祝福的一个节期。今仔日即届报佳音的路线是伫万芳社区的迄个附近，所以来，我想要问一下吼，住伫万芳社区附近的兄弟姊妹举手好无？好恁拢是即届报佳音的主角哦，所以好，恁来看互详细。其他兄弟姊妹，我嘛真正邀请大家做伙来将上帝的听甲祝福来分享互即届今年分享互万芳的社区遮兄弟姊妹，甲周边的遮的厝边隔壁。旧年咱去倒敢会记的？猫空。今年去万芳社区，好，所以我有制作即个邀请卡，特别是住伫万芳社区附近的兄弟姊妹，我希望大家会当伫即个，恁会当加摕几张无要紧。去邀请恁社区内底的朋友、厝边隔壁来甲因讲有遮的时间，恁若会等下去楼骹会当看。咱即摆有4个所在，第1个所在是伫8点半的时阵，会去万芳11号公园的迄个所在，11号公园大家知影无？小钟阿公知影无？恁兜上近，伫恁兜附近吼。好，甲迄个。迄个恩林长老因兜附近安尼，所以伫迄个周边的兄弟姊妹，也是讲恁若有朋友住伫附近，恁就会当甲因讲，嘿，邀请你8点半去到11号公园，甲阮做伙欢喜，唱歌分享礼物，吼，所以过来8点55分，咱会去到万芳14号公园，14号公园伫倒？关城长老，恁兜附近遐啦吼。好，就是伫万芳教会附近遐迄个公园哦，所以咱会先去上悬的所在，这路线是团队安排，所以恁毋免放心，毋免惊，恁毋免放心，恁爱放心，对，放心，袂互恁惊甲伤忝啦吼，对，好，毋免烦恼啦，对，毋免放心吼，意思就是讲。阮对11号公园安尼，一路安尼豆豆行落来，行一个楼梯落来了，到14号公园，周边的兄弟姊妹甲亲朋好友，咱着甲因讲，8点55分，你着来迄个公园甲阮集合哦吼，过来对遐14号公园，搁行落去，一直到
万芳社区捷运站遐。虽然我知影遐可能人无介济啦，毋过遐有一个空地，咱嘛会当伫遐唱一个歌啊，祝福即个捷运站附近的遐的亲朋好友啊，是讲厝边隔壁安尼。啊，过来就要行到万芳4号公园遐。万芳4号公园就是爱对迄个所在搁行过一个所在。因为我顶摆看我顶摆徛倒来去看，足侪小朋友伫遐咧耍啦，所以我感觉迄个所在应该有一寡家长甲小朋友安尼。啊，咱会当去到遐嘛，做伙甲社区分享上帝的听，耶稣的听安尼。好，所以邀请所有兄弟姊妹，恁拢会当摕即个邀请卡，特别是住伫万丰社区的兄弟姊妹，恁一定爱摕即个邀请卡，啊来分享，互恁社区的遮的人，互因知影讲有即个活动，啊邀请因做伙来。啊，阮有安排唱歌，嘛有安排一寡少年团体有安排一个真好耍的活动。安尼啊嘛有一寡礼物，安尼会当甲遮个厝边隔壁来分享。以上报告，多谢。好，咱顶年是安尼报佳音嘛，啊效果真好，足侪人伫阳台面顶囡仔，拢趴伫阳台遐咧看吼，啊就落来吼，啊所以请大家注意。好，过来月历吼，会使这个加1分，会使领吼，再来1楼来领。啊，现岗事工表爱紧交吼，啊献花。会使大家开始来注意来签伫1楼。啊，年度的奉献，今年甲12月28要结束吼，啊，所以大家请伫即个时间以前来即个甲奉献来完成。啊，各团契12月30日以前爱甲手头的现金存入银行。吼，好啊，2022年1月11日。要为着财务的受检的日子，吼啊，请各团契来准备。啊，以上今日有。大家平安。今仔日有几位新朋友吼，我先来介绍叶信惠姐妹。啊，伊坐伫后壁，然后还有她的妈妈范母端姐妹，好，啊，她们本来都是基督徒，然后妈妈本来在行道会聚会，啊，叶信惠姐妹她是廖长老跟杨老师的学生，好，认一下，嘿啊，她本来是比较常在美国啊，最近因为要陪妈妈，所以她现在最近会比较常过来聚会这样，然后欢迎他们。好，那下一位是柯秀鸾姐妹，然后我们坐在中间这边。啊，这也是那个以诺长老的。完全呢。然后他在那个雾峰教会聚会，今天有需要过来哈。好，谢谢。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咱这时来唱这个平安的。行平安的。
来唱，咱拢加做一个人，加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子，咱拢加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加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加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最华的人生，欢喜扬救主的名，欢喜给人的主听，因为耶稣丰富善良主所定。请咱游玩徛咧，将来吟每遍的诗圣诗387首，吟诗煞，咱请科牧师祝祷。我主属我保你，我兄弟也更变救你，也主必关怀你，我主兄弟常常看顾你，守护你平安。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盼望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互咱用信心来陪伴家己，听候主耶稣的降临，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列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